荷人叫做科学罕有之父的柯宏元，伫咧1953年开始收藏台湾的艺术作品，一直到伊过身进前，拢总收藏600多件。台湾英国也无美术馆的时阵，伊徛出来支持艺术创作，替台湾留下真侪珍贵文化资产。 1917年，伫中华河美出世的柯宏元，毋但伫中药现代化付出真大贡献，伊伫在生进前嘛收藏侪侪艺术作品。1953年买的头一幅图，就是廖继春的画。后来因为谢里发写的一本册《日本时代台湾美术运动史》，牵起两人熟识缘分。伊真客气，他这边记名我会记真清楚。 伊就甲我介绍，自我介绍，人来介绍我摕一本我的册互看，哦，伊讲这本册后摆伊想讲要用这个册内底所写的，哦，伊就要买安尼啦。两个人伫美国初见面，后来透过批信分享收藏画作的各种意见。伫1979年开始有系统收藏大量的画。 除了台湾的老画家，也收藏各族群的创作。但是后来我发现收起物件，唔是惊咱的老画家，真侪对大陆来的这老画家，一收上收啊。所以伫伊的心中吼，无这族群的问题，无这啥本省人、外省人的问题。所以伫这个台湾这个多数啊，伫这活动的人，伊总收。柯宏元为画家、艺农、收藏家等等的所在找出艺术品。 买到真阿萨利。柯宏元先生吼，拄啊伫咱这4楼遐啦吼，下来我遮吼，啊看看就随买去，吼，啊佫用我诚济张吼，有诶是伫画廊买啦，有诶伫阮弟弟吼，我伫639伫美术馆，伊可能去阮弟弟遐佫买过，安尼。毋捌共开过一角银，毋捌卖过一张图。 所有的人写互伊的这批啊，全部保存甲会使讲真完整。一个有心的人，一个以台湾替台湾来留文化资产的一个真伟大的一个人格者。药物医人心，文化治人心。柯宏元博士秉持这个信念，收藏台湾画家的作品。 伫早年台湾经济、政治局势也充满变化时代，让台湾的艺术品有所归属，用自身的力量守护台湾的艺术史。记者杨淑静、张学水台南台中报道。